最近是西瓜大炊的季节哦，咱国内改良品种的技术是真正厉害。市面上哦，至少有几10种的西瓜的品种。除了有大粒的西瓜，有业者嘛种出只有拳头尾大的细粒西瓜哦。某一款黄皮黄白的西瓜，或者金泰龙西瓜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台湾果子品种多，品质阁好，最近西瓜当咧大出。其实西瓜毋若青色红肉，也是青皮黄肉的小玉西瓜。随着种植技术一天一天咧进步，西瓜品种是愈来愈侪，嘛有黄皮黄肉的西瓜。的西瓜，那它叫金太郎，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果皮以及它的果肉全部都是金黄色的。那小西瓜的话，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肉质是比较细致的。阁有即款较罕得看到，只比拳头大一寡的西瓜。这个呢是我们的最新育成的品种，我们把它命名为 Mini Ball， 因为它的大小大概就是600克到700公克，方便是它最大的特点。那这个品种的话，我们就是把它做成小小的，希望可以冰在冰箱，甚至是未来可以上架到便利商店，让人家直接买1颗就可以及时的食用。另外，这种亲像巧克力豆的原料可可啊，外皮是真水的金色。叫做金可可的香瓜，因为伊的皮厚骨润，毋惊长途运输，若有冰，阁会当放1个月，是真适合销去外地的香瓜品种。遮侪无共款的西瓜，民众若有缘看到，嘛会当买回去试看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